係一個 approach 唔同，進路嘅唔同。哲學輔導同其他輔導學主要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係用哲學嘅方法去進行輔導，就唔係好似心理輔導咧用嘅係心理學方法啊，或者咧係精神病治療咧係用精神病學去進行輔導啊。咁呢個咧我諗係最主要唔同嘅地方。咁我個人咧，甚至咧，如果係以3種主要嘅輔導學比較咧，咁我覺得就係精神病治療同埋心理輔導嘅進路咧，心理輔導呢兩種咧，佢嗰個 approach 咧就比較着重喺經驗方面嘅，因為精神病學咧就係屬於醫學啦，咁呢個心理輔導咧就係屬於心理學，心理學咧就屬於廣義嘅社會科學啊。咁佢哋嘅特徵咧都係着重喺經驗現實世界裏邊咧係作一啲實證嘅。雖然心理輔導咧新近興起嘅一啲流派譬如人本主義或者存在主義呢啲，已經有相當多嘅哲學嘅意味，但係始終即係進行心理輔導嘅人咧，都係心理學出身嘅，係用嘅係社會科學方法。咁呢個同我哋讀哲學嘅人用嘅係一啲哲學方法，或者我哋叫人文科學嘅方法咧，係有啲重要唔同嘅。呢唔同咧，我哋即係稍後有機會可以再釐清一下啊。如果簡單啲講咧，即係我個人覺得就係比較精確性同埋價值性呢兩項，咁我會覺得哲學輔導咧，佢嗰個價值性係最高嘅，因為哲學問題咧好多時去到最後咧都係一啲價值意義嘅問題。咁呢方面咧嗰個價值性最高嘅，但係相對嚟講嗰個精確性咧係最低嘅因為講到人生價值意義嘅時候咧，咁大家都好清楚知道咧就係唔可以用科學去實證嘅，即係固然唔可以好似精神病學咁樣有啲醫學嘅一啲數據去證明。亦都唔好似一啲實證嘅心理學派咁樣咧，可以做一啲 research 咧，去俾到數據我哋去支持。哲學輔導好着重係我哋自己用理性去分析嘅，咁所以個精確性相對嚟講咧會比較低嘅，因為我哋冇客觀嘅數據去支持。我哋只係靠理性去做分析咁樣。咁呢個係即係我自己對於哲學輔導嘅意義同埋主要另外兩種輔導嗰個分別嘅睇法。好啦，呢個咧就係即係我所理解嘅哲學輔導呢個第一方面。